一封报纸扔进家门，西渡知道是历晨来了，激动的大喊自己的心愿终于达成了，可以继续学击剑，追逐梦想了。历晨停下脚步，展露笑容，小声地祝贺了西渡。西渡来到了新学校，身为著名主播的西渡妈备受追捧，西渡受不了这个场面溜了出来，意外撞见了告白现场。西渡刚刚到新班级，校霸就找上了他，直截了当地说自己喜欢幼玲，希望同为击剑部的西渡可以帮忙牵线。西渡却说他更喜欢幼玲，想到完美的女神，又忍不住一脸花痴。校霸的发小班长带着西渡熟悉学校环境，两人初次见面却意外的合拍。西渡兴冲冲地跑去体育部，想着终于得偿所愿，可以每天见到偶像，眼神也一直紧紧跟着幼玲。在西渡的眼中，幼玲就是充满光环的女神。教练让幼玲3天后和西渡比1场，测试一下她的实力。练习结束，西渡说他是幼玲的粉丝，一直梦想成为她这样的选手。幼玲却说他像个傻子，说见过很多他这样的人，慕名而来却坚持不下去，他也只是个没有实力的关系户罢了。突然的大型塌房现场让西渡备受挫折。历晨的弟弟因为家中的变故寄住在姑姑家，还被同学们嘲讽殴打，历晨心疼不已，承诺会努力工作，早日接他回来。历晨来到幼玲家的小吃店，幼玲妈紧紧握住历晨的手，从看到他家破产的新闻就一直很担心，感慨世道的艰难，好人却没有好报。历晨很歉疚他家没办法再资助幼玲了，幼玲妈很感激他们的帮助，让幼玲能有现在的成就。历晨找到幼玲，他却扭头就走，质问历晨，他什么都和他说，但历晨遇到难关却没有告诉他，让他一直担心着。西渡恰好看到这一幕，问两人是怎么认识的，为什么还惹哭了他，得到金牌都没哭，看来两人关系一定很特别。这是怎样的大型塌房现场？西渡终于可以和女神朝夕相处，但却和他想象中完全不同。女神的冷漠和区别对待让西渡万分受伤。西渡一直和网友倾诉烦恼，对方提出见面安慰失落的西渡。那边的历晨关掉电脑，开始选衣服。西渡着急要上厕所，门却需要答题解锁。历晨出现告诉了他答案，一身正装的历晨是准备去面试，吐槽西渡不要一竿子打死体育生，只是他个人脑子笨罢了。西渡说不愧是幼玲的朋友，一样的讨人厌，虽然自己原本很喜欢他。西渡和幼玲迎来了第一次较量，几轮回合下来，比分逐渐被拉平。原来5年前两人就有过比赛，那时的击剑神通西渡击败了幼玲，西渡友好的想要拉他起来，但失落的幼玲没有理会，并对西渡一直很恐惧。比分追平，局势瞬间白热化，西渡赢得了这场比赛。教练问他赢过幼玲是什么心情，西渡说只是一场练习赛，不会觉得自己就比幼玲厉害。教练却让他诚实一点，体育赛场上就是胜者喜悦，败者受挫的心情才能更好的激励下一次赛事，并问西渡是否有研究过幼玲。西渡解释本来就喜欢幼玲，所以很了解他。教练表示幼玲会输并不是发挥不好，而是不了解西渡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，这也是让他和新人比赛的原因。虽然幼玲不待见他，西渡还是讲出了真心话，觉得能和幼玲比试是他的荣幸。幼玲问他为什么喜欢自己，西渡讲出了一连串幼玲的优点，幼玲却认为西渡只是讨厌自己的话就要承认他的实力差，所以才说喜欢自己的。没有什么比被偶像贬低真心还更难过的了，让幼玲保护好自己的脚踝，知道他是因为有伤才失误的，便转身离去。校霸和击剑女神校园相遇，校霸主动的握手示好，可爱的言行还逗笑了幼玲，他独有的偏爱和同学们的起哄声也让幼玲有些不知所措。西渡来到广播室，遇到了广播部的班长，在磁带中看到了历晨的名字，得知他曾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不仅长得帅学习好，家境还十分优渥，连父亲送的入学礼物都是一辆豪车，属于他的生活本该是那样的美满幸福，但却因为金融危机一夜之间发生巨变，家庭也变得支离破碎，历晨只能选择入伍，但父亲的公司正式宣布了破产，为了生活又不得已退伍，多方应聘都没有结果，只能不断的兼职。西渡从漫画老板这里打听到历晨的住址，却看到历晨被债主们逼问的一幕，无以偿还的他只能默默道歉。西渡给历晨买了冷饮，说他和传闻中不同，没有了以往的神采飞扬。历晨说西渡口无遮拦的样子很像曾经18岁的他，他也很想回到那个时候。西渡带着历晨来到了之前的校园，翻转水龙头拧开开关，看着喷溅的水花，似乎心情也跟着变好了。历晨将全部水龙头都拧开，西渡看着这个场景兴奋的欢呼雀跃，历晨看着他的笑容也变回了无忧的少年，两人嬉笑打闹奔跑着，或许就是青春该有的模样。西渡安慰历晨不要放弃幸福，就当做专属于他们2人的秘密，一起偷偷的幸福。历晨看着西渡治愈的笑容，一切阴霾也随之消散。